这不连接带领了大个别次交际业，今年被希腊东西人大节目的结果，老年党年轻瑞阳年着达到程度呢，差5万错程度。我这年度有没有打算着呀？很震撼，很震撼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这种交响乐可能会偏严肃一点，但是通过今天的观看，我感觉这场演出它不但是具有那种史诗级的恢宏感，又不缺少那种细腻的情感表达。尤其是当那种耳熟能详的电影配乐一响起，就瞬间把我拉回到第一次看电影时的那种心境。并且你无论是否熟悉古典乐和电影史，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共鸣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够共享同一种感动。这种跨越时空的美，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走进剧场去现场观看的。